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在大家还在预备心的时候，我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分享。昨天晚上呢，我在学生牧区分享一个题目，叫做“领受天国的3倍券”。地上的3倍券已经去领的，请举手。已经去领地上就是那个现在邮局那个预购啊 ，7 预购已经去领3倍券的举手。哎呦，已经花掉的举手。哦，感谢主。跟你旁边的说，慢一点领呐。慢一点领。哦，我想应该是越到年底，搞不好很多的那个百货公司都会为了这个3倍券而做更多的优惠。你知道吗？我昨天跟大家分享，跟年轻人分享一个经文，它在箴言的第9章的第10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用这个题目跟大家分享，你要跟年轻人分享说，你要学会敬畏耶和华，你会得到天国的3倍券。第一个叫做你会得着智慧，跟我说一次，得智慧。得智慧。你会得到聪明，跟我说一次，得聪明。得聪明。最后一个大家都最想要的，要得长寿，跟我说一次，得长寿。得长寿。所以领受天国的3倍券，最主要在地上的3倍券，你要带着这个身份证跟健保卡，还有什么1000块去领。但是你要领受天国的3倍券非常简单，你只要学会去敬畏神，跟我说一次敬畏神。敬畏神。所以你就可以得到天国的3倍券。第一个是什么？智慧。第二个是什么？聪明。第三个是什么？得长寿。哇，这3个祝福你都要的话，我们一起从位上面起立，跟你旁边人说，要大声的开口赞美耶和华。要大声的开口赞美耶和华。再跟旁边人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哎，给上帝一个呼喊。拍手拍手。再一次给我一个前手好吗？我们继续拍手，让我们的掌声荣耀都归给耶和华。一起来宣告恳求，恳求神灵赐个降临，充满我不甘软弱心灵，愿主赐下儿女在我心中，浇灌滋润干渴的心灵。主的权柄，主你权柄，主你能力，以战胜黑暗罪恶权势，全能君王掌权直到永远。愿主荣耀国度降临，宣告荣耀，荣耀，哈利路亚！主耶稣的宝血是我全然的神，成为我的拯救。荣耀，哈利路亚！主耶稣的生命是我的力，我永远盼望。再次将最大的荣耀归给耶稣。哎呀！我们再次欢迎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耶！恳求神灵赐个降临，充满我不甘软弱心灵。神会充满我们。愿主赐下儿女在我心中，浇灌滋润干渴的心灵。主的权柄，主你权柄，主你能力，你战胜黑暗罪恶权势，全能君王掌权直到永远。愿主荣耀国度降临，举起我们的手宣告说，荣耀哈利路亚，荣耀哈利路亚！主耶稣的宝血是我全然的神，成为我的拯救。荣耀哈利路亚！主耶稣的生命是我能力，是我永远盼望。继续来宣告说，荣耀，荣耀哈利路亚！主耶稣的宝血是我全然的神，成为我的拯救。荣耀哈利路亚！主耶稣
荣耀。哈利路亚，主耶稣的宝血，是我大声的拍手，将荣耀归给耶稣。成为我的拯救。荣耀，荣耀，哈利路亚！主耶稣的生命是我能力，是我永远盼望，是我能力，是我永远盼望。最后一次，是我能力，是我永远盼望。给上帝最大掌声！我们继续来宣告，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亮光，阿们。再次跟你身旁的人说，耶稣是你生命的亮光。耶稣是你生命的亮光。再一次一个前奏好吗？继续拍手来，可以随着音乐摇摆你的身体，自由的敬拜神耶。一起来宣告说，耶稣，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再次宣告，耶稣是我，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别说他是我，他是我生命中心的灵，使我抬头高昂。他使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再次宣告说，他使我，他是我生命中心的灵，使我抬头高昂。他使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这首歌呢，他说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亮光。他副歌说，主会带我们展翅高昂，阿们。所以呢，当等一下唱到副歌的时候，你可以随着音乐摇摆你的翅膀，阿们。因为主会带你翱翔到天际，所以自由来敬拜他。一起来宣告，耶稣是我。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对主说，他使我，他是我生命中心的灵，使我抬头高昂。他使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再宣告说，他使我。他是我生命中心的灵，使我抬头高昂。他使我如鹰展翅上腾。再一次宣告，他使我。他是我生命中心的灵，使我抬头高昂。他使我如鹰展翅上腾。一起来跳舞说，他使我耶。他是我生命中心的灵，使我抬头高昂。他使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来。他是我生命中心的灵，使我抬头高昂。他使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拍手来敬拜他来。他是我生命中心的灵，使我抬头高昂。他使我如鹰
它使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望。它使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最后一次宣告说：它使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哦，它使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对，就说我要飞跃在高岗上来，飞跃在高岗上，飞跃在高岗上。弟兄姐妹，这时候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欢迎神的灵降临在我们当中，神的灵现在要充满每一个人，在今天的聚会当中，神要帮助你，神要充满你。当你的灵、你的生命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候，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生命，你会得到改变，神会对你说话。我们就开口来祷告，请。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再一次要能够因着你是我们的亮光，主啊，你带领我们能够奔向前方，主啊，让我们能够抬头高啊，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渴慕的充满，求神的灵要充满你，主啊，让我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主啊，能够围绕在高岗上，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道理。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帮助让我们来到你面前了。主啊，我们的信心要被提升，主啊，我们的生命的境界要被扩展。哈利路亚！我们一段时刻安静在神的面前。把我们的手举起来，来敬拜他。一起来宣告说：黑暗笼罩，黑暗笼罩。使我不见光，阴间绳索缠绕着我们。渴慕他，求你睁眼看，侧听祷告，这百姓在这里祈求。对主说：你的信实。你的信实是我的盼望，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你闭着眼看，侧听祷告。那就是我们是你的百姓，是
之中，急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是的，主啊，我们要承认你是主耶稣。求你转移不把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再宣告说：急难之中，急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我们要对主，我们承认主。求你转移不发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再次举起我们宣告说：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求你就退去，我们不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将。再宣告说：求你医治我们。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求你就退去，我们不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各位弟兄姊妹，主要医治我们这块土地，我们要回转归向他，我们要向他呼求，我们要向我们的阿爸天父呼求，他必定要医治这块地，要救这里的百姓。今天是客家的宣教主日，在客家这个族群在台湾有400多万，但是信主的比例低。它不是硬土，因为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没有难成的事，就是我们要更多的祷告，我们要关心客家宣教，我们更要真的用行动去关心。今天是客家宣教主日，在右章教会是第一次。我们过去有为客家奉献，但是真的我们要说，主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我们的关心不足，我们对客家百姓的得救，我们的关心不足。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求你赦免我们，好吧？这个时候是我们再一次在神面前，能够真的向他祷告。我们向他呼求，我们为了客家宣教，让这块硬土能够松短，让客家的百姓能够回转归向主，让神的救恩临到客家的百姓当中，临到台湾各个族群，好不好？我们呼求主3声，我们开口来祷告。哦，主啊，主啊，主啊，哦，主啊，主啊，主啊，我们向你呼求，主啊，求你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主啊，为了我们客家的乡亲，我们客家的同胞，主啊，他们很多人还没有得救，主啊，我们向你呼求，求你赦免我们的祷告不足，我们的关心不足，我们的行动不足，主啊，今天是我们的机会，主啊，让我们为了客家我们的父后乡亲，主啊，我们向你呼求。主啊，这救恩要领导他们，主啊，求你医治他们，主啊，求你兴起他们，兴起客家的宣教，主啊，今天就是时候，今天就是时候，主啊，我们向你呼求，我们向你呼求，哈利路亚！你在宣告说：急难之中，急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承认他是主，承认你是主，求你转移不发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对
仇敌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最后一次宣告说：求你医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求你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求你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弟兄姐妹，我们依然站立，攻读新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姐妹，请坐。祷告，亲爱的上帝，你是爱我们的神，有你的同在的地方就有爱。你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在你里面有赦罪的恩，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你就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救赎我们脱离一切咒诅，并借着所应许的圣灵，领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不但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更使我们能在基督里互为肢体，在教会里成为一家人。有时我们爱心还不够，唯独你的爱是完全的。恳求圣灵充满，帮助我们学习像耶稣一样，彼此接纳，彼此顺服，在基督里有完全合一的心，能够同心合意的见证分享，荣耀主名。在爱里没有亏欠，也求主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出你完全的能力，因为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虽有逼迫患难阻挡前路，你都要带领我们安然度过，并照着你的话语成就，使万民成为你的门徒，使你的教会成为万民的教会。感谢主，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报告，请翻开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一，本主日为客家宣教主日，欢迎总会客宣委员干事赖德清牧师前来本会讲道、报告及募款，敬请兄姐踊跃奉献及代祷。第二，小会公告：疫情尚未解除，敬请兄姐配合量体温、酒精喷手，并请自备口罩。求主保守我们一切顺利平安。第三，本主日下午3点半召开8月份定期长职会，敬请各位长职出席，同工及机构首长列席。第四，本会定于8月24到26，礼拜1到礼拜3，每晚7点半到9点半，举办先知性苏醒浇灌特会，讲员大卫马文博士，地点敬拜中心。欢迎兄姐邀请亲朋好友参加，当周周3祷告会合并。第五，本会为了帮助兄姐培养灵修的习惯及拥有整全的教会观，特定于9月1号到12号，每天早上5点半到6点半举办讨神喜悦的教会。以弗所书12栏属天宝藏早祷会，讨神喜悦的教会一书170元，可向办公室登记购买。
敬请大家踊跃参加。第六，9月18号礼拜五晚上6点半到9点半，9月19号礼拜六上午8点半到晚上9点半，于敬拜中心举办全人更新营会，对象本会受洗会员、门徒学校上期、学员必修，费用500元，请于9月6号礼拜天向办公室报名。肢体消息：互助社助学贷款专案利率年息0%，即日起至协会每学期助学贷款额满即停止受理申请。欢迎就读本国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学校之社员有意愿贷款，请向互助会洽询办理。第二，学青牧区第一小点定于8月8号礼拜六下午晚上6点，7点半，然后5点半开始入场，举行父亲节 Big Day， 欢迎长职同工各位兄姐踊跃参加。为统计人数，请向办公室报名。第二小点，2020真样少年暑假营会即日起开始接受报名，日期8月24到8月27，礼拜1到礼拜4，每晚6点到9点半，那5点半开始报到。地点富堂，费用每人500，第二次参加者每人200，欢迎年轻人踊跃报名参加。第三小点，9月5号礼拜六，极光音乐布道会敬拜学校，课程主领班爵士鼓、木吉他、电吉他、贝斯，儿童敬拜学校。时间布道会下午3点到4点半，敬拜学校4点半到5点半，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教界消息，请。教界消息，请大家自己关心哈。我们先请。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刚刚不晓得什么样一个力量，在那种你是我生命的亮光的时候，能够从后面跑到前面，啊，其实呢也是很喘啊，但是呢，在喘的这个过程的当中呢，感觉到心中的一个喜乐。我从这里再跑下去的时候呢，我就心想，我怎么能够跑这么快啊？可是到了后面呢，确实是有一点喘，我就想起我一个亲戚，他在80几岁的时候。他忽然有一天，他跟他的孙女说：“阿孙女啊，我看你要带恁阿公来检查一下啦，恁阿公唔知安怎直接爬到5楼皮喘呢。”所以懂这个意思吗？他说80几岁的从1楼爬到5楼，结果他跟他的孙女说，他要去做检查。他皮喘其实不要说他85岁啦，我们20几岁的人呢，我们爬这种楼梯我们跑这种步都会喘啊，你说对不对？好，但是呢，在圣经经文呢，我们以赛亚书40章29到31节这样写的说，他说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阿们。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如鹰展翅上腾。广寒盛会常常讲的一句话，我们是老鹰，不是小鸡。有时候我们虽然生长在一个小鸡的一个圈子里面，但是你要确认你的身份，我们都是上帝的宝贝儿子，我们是在居中的老鹰，我们不是在居中的小鸡。所以告诉旁边的人说，你是老鹰，不是小鸡，要展翅上腾，要重新得力。阿们。好，愿我们的今天的崇拜呢，能够在我们庄牧师的这个我们赖牧师的这个正道之下，让他的信息呢，让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重新得力。我赶快来介绍今天参与我们聚会。首先我来介绍高雄市人口最少的一区，哪一区？茂林区，茂林区，我们今天有从茂林区来的会友，也就是我们国风执事介绍的魏志宽弟兄，魏志宽弟兄啊，欢迎你哈，挥挥手好吗？耶，好，感谢主哈。我们从台上看下来好像也看不大清楚因为他应该住在茂林，太阳比较大所以晒得他也比较黑我从台上看下去，因为我刚刚在台下已经有看清楚他是一个也非常喜乐，他也已经是我们受洗的会友。那么今天呢，我不晓得楠梓区是
人口多少了哈，但是介绍楠梓区有20几万的这个人口数哈。那欢迎你到楠梓区到右昌教会来，我们欢迎你。接下来我要来介绍，那昨天在我们教会举办婚礼的这一对新人这一对新人也就是我们的杜永庆跟赖雅萍，哎，我们拍手欢迎他来拍手，咱个结婚了啦台湾话呢，对这种新人呢会说原来这是新香炉新地沟啦。潘雅萍是吧？我刚刚讲什么？我姓潘。对不起，因为我一个同工叫赖雅萍，我讲错了。潘雅萍对不起啊，因为这个雅萍也在我的一个同工叫赖雅萍，所以我一时口误对不起昨天那个前任的监察院长也会口误了所以小弟也会口误，对不起OK， 请坐来，接下来我要来介绍就是我们今天的讲员我们总会客学委员会的干事赖德清赖牧师在我们当中接下来介绍我们不用拍手，但是我们为他祷告，那就是在7月20号我们的姐妹谢凤娇姐妹蒙主恩召，我们已经在7月25号呢，在教会为她举行告别礼拜。那么她的2女儿呢，以及她的先生、她的儿子在我们当中，我们因为他们心中对我们教会在关于凤娇姐妹的这个告别礼拜我们教会有很多，无论是治丧组还有长子弟兄姐妹特别对这个家庭的关心以及代祷，是整个这个告别礼拜以及所有治丧期间的整个程序呢都得到安慰所以他们家属今天来参与我们的聚会，也要给弟兄姐妹答谢一下。那我们要认识一下我们凤娇姐妹的这个2女儿叶怡君姐妹，以及她的先生黄金城弟兄，还有他2个儿子。我们请位置，你坐在哪个位置在后面那个地方可不可以把口罩稍微摘下，然后再马上戴上，没有关系让弟兄姐妹认识一下你们好，请坐。我们继续为这个家庭来祷告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土里，仍旧是一粒；但是落在土里它就能够结出许多的粒子来。我们真的盼望我们在每一个家庭的里面都有那一粒充满活力的麦子能够使神的福音继续一代接续一代，就是让神的赐福直到1000代都赐福在信主的家庭的当中。好，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时刻我们彼此来请安问候。虽然在疫情期间，我们不能够很尽情的握手跟拥抱，但是呢，从我们的笑脸，从我们的掌声，从我们喜乐的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心中是如此的喜乐但是这个喜乐之前呢，我们要来先唱欢迎歌了刚刚请起立的好不好？请起立的麻烦你再从你的位置上站立好吗？我们那个谢凤娇姐妹的这个家属也请起立刚刚你有站立起来的包含新人。昨天很多人没有给你拍到手。好，我们来唱欢迎歌，欢迎他们。来，真高兴能见到你，我们欢迎，我们欢迎你，来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我亲爱欢迎。右昌教会欢迎你，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唱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的爱是我们的唯一，爱使我们相聚。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挥挥手，常爱的笑容，跟人家讲说，愿主的平安在你的当中，愿主的喜乐与你同在，愿主的恩典常常要在你的四周围。哈利路亚！爱使我们相聚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的爱是我们的唯一。
爱使我们相信。拍手大声一点，爱使我们相信一切。哈利路亚，爱使我们相信一切。上帝的爱使我们合而为一，爱使我们相信一切。掌声欢迎，拍手歌颂赞美我们的神。好，跟旁边的人说，拿起你的圣经，或者是拿起你的手机，或者是揉揉眼睛，来揉揉眼睛，揉揉眼睛，挖挖耳朵，跟旁边的人说，坐下来。啊，我们要聆听神的话语，所以呢，我们要眼睛明亮，我们要耳朵清楚。我们这个时候来攻读神的话语。弟兄姐妹，请翻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12章第1节。希伯来书第12章第1节，弟兄姐妹翻到，请看，我来攻读。希伯来书12章第1节，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赞美，请教会圣歌队。
今天讲到的主题应景精神，我们有请赖德清牧师。感谢上帝哈，我们听了这首很美妙的诗歌，是台语的啊。我们为了美丽的大地，我们为了幸福的家庭，我们为了一切，我们应该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要常常唱诗赞美他，感谢主哈。今天是客家宣教主日，是我们教会算是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主日。过去我们长执会，我们想到的时候都会也有一些关心奉献，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是很有福气，有这样的主日。特别总会的客家宣教的干事赖牧师，他今天特别来分享很感人的见证啊。赖牧师是跟师母我的师母以前在总会算是同事，他编那个《新使者》杂志，很会写文章啊。等一下他也会让我们更认识他。那感谢上帝，我们今天能够关心客家宣教你也汉人，你是汉人，不是你是客人，汉人，你是汉人，我们是客家人的，请举手好不好？你是个不要，我们要认同客家人是很棒、优秀的，给他鼓掌一下这一场比第一场差不多了，稍多一点等一下结束的时候来跟赖牧师照相下个礼拜会得到一个礼物这个是特别礼物。感谢主我们今天他讲这个很有意思，大家听看看这个客家人就是应景的精神那我们用最大的掌声来欢迎赖牧师。好，我谢谢牧师。那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叫做赖德清赖德清牧师。赖德清，你们都知道赖清德吗？对，那个副总统是赖清德，把它反过来就可以了。当然我那个亲跟他不同一个亲但是没有关系他们都说我们是兄妹还是姐弟这样子对，感谢主。今天的题目是应景精神，应景精神的客语叫安降精神，安降精神。我们今天听一点客语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一点客语，客语是很棒的一种语言好，这个我们那个我们来这边的画面不是对，好，我们来念一下客语圣经今天的圣经我用客语念一次愛哋嘅阿爸上帝既然愛哋有按道見證人，將要為咗愛哋，就應該放掉各種嘅重擔，留產定愛哋嘅罪，忍耐到底，來行擺在愛哋條前嘅路程。這樣你們聽得懂嗎？我們客語不會很難愛就是我啦那你們，我剛剛問你們，唐也是不？你唐也是不？唐就是聽啦，你就是你唐也是不？你聽得懂嗎？你說愛唐不是，我聽不懂。那如果你聽得懂，就愛唐也是，愛唐也是。那你可以講快一點，愛唐也是，不要說愛唐不是。那我如果說你很棒，我說按腔安康就是好棒这样的意思。好，我们可以学客语客语是很棒的好，我们在讲应景的时候，过去在讲应景，传统上对客家人其实有一些负面的看法。那我们说汉人汉人就是客家人哈嘎就是客家了，哈发就是客家话了哈发。那么我们就说传统对汉人这个应景就在讲客家，那么客家人这个汉人是顽固的，死骨不化，有理说不清，个小气。荡生对，好，但是现在的新客家意识已经抬头了。我们坐火车、这捷运我们都会听到第三种语言就是汉哈发呢。
所以我刚刚问你们，这行会死吧哈？那么现在对客家呢，这个应景呢是好的啦。我们说客家人那个汉民是执着的、勤奋的，勤奋是什么？上忙啊，上忙，好，坚韧不拔，择善固执。然后上谦就是勤谦呐，很节俭呐。节俭怎么会不好呢？小气才不好呢。我们是节俭，对，好，所以现在是客家是好的，应景是好的。那么我们都会讲那一句话，谁会按讲？我知道你们会讲这一句了。谁会按讲？谁会就是漂亮小姐啦，哈，谁来也就是男孩子了哈。这小姐你就水呀哈，谁会按讲？讲就是漂亮，小姐你很漂亮。所以我们现在说娶到客家的小姐是非常幸福，非常幸福呢。为什么？她很顾家嘛，她很节俭，她很顾家哈，非常幸福，非常幸福。我们今天一定要学一点客语了，你们今天回去以后就上了一堂客语课，大家都会讲客语了哈，感谢主，对吧？好，我们今天讲故事哈，讲故事时间很宝贵呢。第一个，我们都是听信仰故事。第一个是廖良水。廖良水是出生在关西龙潭山区的客家的小牧童，客家小牧童，辛苦打拼，就是辛苦的努力呀哈。然后30多岁散失朗虽，30多岁的时候开垦自己的一个小茶园。各弟兄姐妹，以前啊，贫穷的人家的小孩，台湾贫穷的人家的小孩啊，要去帮忙牧牛牧羊，帮忙赚钱贴补家用，所以有这个小牧童。现在还有没有小牧童？没有啦，无论多么穷苦，人家的小孩都要去念书哦，怎么可以让他去当牧童呢？不可以，所以现在没有小牧童，以前有小牧童啊。好，我来讲廖良水信主的故事。有一次中原普渡的时候，他跟亲人到街上去看热闹。我们这都普渡嘛，哈，7月旧历7月，就是普渡很热闹，去看热闹。突然下了一场大雨。天空落水了，天空落水了哈，对，天空落水哦，我们会听过这一首哈，对。那么下了大雨，他们就到教会去避雨了。那么教会的弟兄姐妹很热诚的接待他了，哇，欢迎这样子，他就很高兴，发现教会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后来他就很喜欢来教会，后来他就信耶稣了。各位弟兄姐妹，无论什么原因，有人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要热情的接待他呀。我们要热情的，我们要好款待他，那么他就有机会成为神的儿女，成为我们上帝的家的一份子。感谢主。好，我们看一个相片，这是龙潭教会现在晚上的相片，这个是龙潭教会以前的相片。那么龙潭教会现在是客家宗会最历史最悠久也是最大的教会哈，龙潭哦，这是客家的地方。好，廖良水呢，他就成为一个应景的安讲的耶稣的学生了。虽然受到村庄百姓的辱骂鄙视，仍然不改其志，每天呢用很积极的传福音给左邻右舍，而且甚至愿意出车钱给他们去教会做礼拜。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说传福音很困难，可是传福音是必须要付上代价的。我们要传福音给一个人，我们要为他祷告，我们要关心他，礼拜天去载他过来做礼拜。如果他很远，你愿意帮他出车钱，我们要常常的关心，用爱心来关心服侍他。所以，传福音是要付上代价的。那么廖良水呢，他就很积极的传福音给左邻右舍。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常说客家是一个应景地方啊，传福音不容易。你们到客庄的时候，你们会看到很多陈赖菜那个写那个信的这样的一个宗祠。那看起来很像庙，可是它里面呢是拜的是祖先呐。那么它是整个村庄里面的同姓的祖先都放在一起来祭拜。所以如果有人呢说我要去信耶稣了，大家就很不高兴。你是不要出钱的呀，因为那个香火钱是大家一起分摊的。所以呢，在客家传福音不容易，但是我们的客家的祖先有应景精神啊，只要有信耶稣了就非常的坚持。那我们会说，那和乐饮呢？和乐饮也是拜祖先的哦。我们看看和乐饮呢，是在家里有一个神明桌，那么神明桌是拜祖先的，但是就是一客厅或者是一个房间哦。但是如果他信耶稣了，他就把那个神明桌给他收起来了，那左邻右舍也不会管你，那是你家的事情啊。所以和乐饮呢，信耶稣没有像客家人呢那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的客家祖先是有应景精神的，感谢主。好，这个廖良水呢，
吊凉水有个好朋友叫邱阿田 ，QR 田啊，QR 田啊，他就讲把好朋友带来信耶稣了。好，各位弟兄姐妹们，把你的好朋友带来信耶稣吧。对，感谢主，把他带来信耶稣。那么邱阿田是他的好朋友，就把他带来信耶稣了。邱阿田是一个地主哦，他是一个地主，也是个种茶的人。我们知道，这个种茶是要摘茶，那么请很多摘茶的姑娘。那么他为了要鼓励他的属下的茶农来信耶稣，他就是礼拜天的时候说：我们不要工作，是工作，我们不要工作了，我们去做礼拜，工钱照付。我们去做礼拜，工钱照付。这个老板有没有慷慨啊？好慷慨了，为了传福音，他们很努力呢，很付上代价呢。那么邱阿田信主以后，他也是常常受到家里的人，受到这个左邻右舍的排斥跟反对，甚至连他的太太跟小孩啊都不跟他去信耶稣。他的太太跟小孩都不跟他信耶稣，因为呢这个压力实在太大了，左邻右舍都会骂我们呢。但是他仍然用应景精神啊，每天用很长的时间来灵修祷告。那么感谢主。好，有一天呢，这个邱阿田的儿子突然患了重病，他就突然头上长了毒疮啊。这个毒疮很痛哦，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台湾以前卫生条件不好，小孩子会长那个毒疮哦，也会长头虱。所以那个老师说，小朋友，我们这个礼拜都来除头虱啊，不然头虱跳来跳去传染呢。哦，那他的小孩是长了毒疮，很痛啊。这个时候他爸爸说：我来请教会的传道为你祷告好不好啊？这个小孩就说好啊，感谢主，好啊。那么神的神迹出现了，这个传道来为他祷告以后，他的病就好了，他的毒疮就好了，这个孩子就这样来信耶稣了。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我们的牧师、我们的长老说我们要传福音，那我们说好难啦，牧师，我邀请人家来，人家都不要来呢。没有错，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人健康的时候，我们都很骄傲，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上帝。我们健康的时候，我们很骄傲，我们不需要上帝，我自己就是上帝。但是我们家里遇到变故，身体病痛，遇到忧伤，遇到一些困苦难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心就柔软了。我们需要神的爱，我们需要主耶稣的救恩，我们就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让他享受神的爱，享到弟兄姐妹们的关心，那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所以这个爸爸，这个儿子长了毒疮，他就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上帝得到神的医治，感谢主。那么这个邱阿田看到自己的儿子因为传道的为他祷告，病就好了，毒疮就好了，他心里非常的感动，他就问传道说：我可不可以为人祷告啊？我可不可以为人祷告啊？这个传道就告诉他说：可以呀。不是只有牧师跟传道才可以为人祷告，只要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只要奉主耶稣的名，用我们的信心跟爱心，我们都可以为人祷告，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们，作为神的儿女，奉主耶稣的名，用我们的信心跟爱心，我们都可以为人祷告，神会听我们的祷告啊！感谢主。所以这个邱阿田就很高兴，他真的很乐意去为人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台湾呢，以前看病是很贵的，我们的信仰前辈都记得，那个时候没有健保，病如果很严重，看不好，把整个家里的钱都花光光了，没有钱看病。那时候我们的前辈都记得，以前有个加药包，就是那个药厂把药包寄在家里面啊。因为他知道大家没有钱看病，所以呢，你生病的时候拉肚子、头痛，你就自己吃那个药包，不要去看医生，看医生很贵的呢。所以那个时候没有钱看医生。各位弟兄姐妹们，我知道你们今天有没有？我们都有健保，所以这个医生看了我们不喜欢，我们就换一个那个医院，这个医院看不喜欢，我们换了一间，因为现在有健保，对不对？可是那个时候没有啊，很多人没有钱看医生的，所以这个邱阿田就很高兴去关心人，
只要人有生病，他就去关心他，他就去探访，他就去为他祷告。那么在初代教会的时候，神的神迹源源不断的，很多人受到医治，感谢主，他是非常乐意去关心人，去为人祷告的。那么他因为他的好行为跟好见证呢，就得到当地百姓的信任跟认同。不但他全家都信耶稣了，他的太太跟小孩都跟着信耶稣了，而且他的子孙就在那里开拓了新屋跟杨梅教会，成为创会的信徒。那么在那里开拓很多的客家地区的教会，我们在那个新竹那边、竹东那边、铜锣啦，那苗栗那边有很多客家的教会，开拓很多客家的教会。那么他的女儿邱凤英是关西教会的长老，关西高飞给中了，关西教会的长老，听一点客语啊，关西高飞给中了，关西教会的长老。那么他们家里是有钱人，有轿车，各位弟兄姐妹们，以前有轿车是不得了啊，有轿车是有钱人，现在车子太多了，塞车哦，这个我们觉得太多车子了。那么他那个时候为了传福音，他常常不要坐轿车，宁可去坐公车哈，凑公茶，宁可去坐公茶哈。那么分发传单去传福音呢，感谢主。所以我们的客家前辈对传福音也是非常的努力。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间教会都是我们的信仰前辈付上代价设立的，我们的教会也是我们的历代的信仰的前辈用很多的祷告、很多的奉献、很多的委身、很多的付上很多的代价来设立的。我们再一次来思念我们的信仰的长辈，在我们的传福音的事工、传福音的事业上的努力，我们也要把这个天国的产业继续的努力，继续的我们继续的努力，感谢主。好，我再来讲另外一个故事哈，是陈南启的武士精神。我们时间很宝贵啊。陈南启是客家的前辈，陈南启牧师的信仰故事。那么这个年轻人他高中的时候是读我们的淡江中学，你们听过吗？淡江中学是我们的教会学校。他读淡江中学的时候，他就决志信耶稣了，听到福音就决志信耶稣了。那时候是日本统治的时代啊，所以是日本牧师来问道理。我们信耶稣要问道理。那牧师问他说：“我们日本武士如果信耶稣，如果他的长官反对基督教，就会给他一把剑，说如果你要信耶稣，你就要切腹自杀。”就是日本牧师问他说：“我们日本武士如果信耶稣，长官反对，给他一把剑，就说你要信耶稣，你就要切腹自杀。”他就问这个年轻人说：“你有没有这种为主牺牲的精神啊？”这个年轻人就说：“我愿意，我愿意。”各位弟兄姐妹，我今天问你，为了主，你可以牺牲生命吗？我相信我们会再次思考，信仰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何等重要啊！我们要再次思考，我可以为主做什么？我要跟大家说，今天在台湾，我们要为主牺牲生命，其实机会很少了，因为我们台湾信仰自由嘛。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当初回应神的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跟神说，我愿意为了福音，我愿意传福音，我愿意将自己的恩赐，神所赏赐的加倍来还给主的使用。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决志、我们的决心、我们的意志，我们不要忘记了。好，这个是展览旗哈，这是这个日本人啊，日本武士腰都插一把剑哈，他就是这个不只是跟敌人打仗，还为了他的清白、他的理念、他的信念，他也是可以切腹自杀的，是日本武士的精神哦。好，感谢主。那么这个年轻人不只是要去不只是信耶稣，他还要去念神学院呐，所以呢，他的父母呢很生气，非常生气哈。所以神学院要开学的时候呢，他妈妈就把他关在家里面，而且叫他妹妹把他顾好，不要让你的哥哥都跑出去了。还要去念神学院，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台湾人很重视重男轻女的，和乐女也很重男轻女的，这个男孩子很宝贵，不可以让他去念神学院呐。可是他很迫切祷告，跟神说：“神学院开学，让我去念书，我真的好想去念哦。”他的妹妹很感动呢，就给他从后门要偷偷的放出去，但是他妈妈把他的鞋子藏起来了，都找不到那个鞋子。只要打赤脚去念神学院，各位弟兄姐妹们，以前的小孩都只有一双鞋子，鞋子很宝贵呢。我们小孩子都是打赤脚哈，天然的皮哈，那张皮天然的皮鞋跑来跑去。我小时候也常打赤脚，所以
只有一双鞋很宝贵，那这双鞋子被妈妈藏起来了，找不到，所以呢，只好打赤脚去念神学院。所以这个是陈南启打赤脚念神学院很有名的故事。那么他毕业以后，在那个原住民地方跟客家的地方，说都是一个神的恩典跟他同在一个传道人，感谢主。好，我们看一下。我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个课语哈。我们来学一点课语哈，打赤脚是什么？打赤脚，好，我们来学一下哈。这个课语哈其实不会很难，大家都说牧师课语好难，不会很难呐。我们今天就来学一点课语啦。那么看到很漂亮的东西呢，眼睛被打到了啦，哈，就是眼睛一亮就是大雁。眼睛打到，哇，好漂亮啊，哼，大雁哈。好，那个打赤脚哈，那个脚就是脚哈，脚打赤脚，打叉脚。插脚，第一名呢，大条命，第一名哦，大条命。那么这个打追鼓哦，打追鼓咱刻意嘛，我怕吹过嘛哈，这个聊天开玩笑的，打追鼓，大追鼓，好，一套炸哈，套炸大奏，咱套炸嘛哈，大奏，就去加一句哈，大颂。大颂就是哈，迄个好爽的爽，大颂就是拍算啦，咱台语有讲拍算啊。浪费啊，浪费啊，怕剩哈，大颂。那课语有很难吗？有懂难吗？轻难吗？高难吗？不会，不会就是不会啦，不会了，感谢主哈。好，我们时间很宝贵，等南启毕业以后，在竹南教会牧会哈，这是他跟竹南教会青年的相片哈，感谢主，在竹南教会，他的女儿嫁给头城教会的陈永光牧师，陈永光牧师也是客家人，汉宁哦。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我跟大家讲的是，这个陈永光牧师去年才退休了，陈南启5年前才过世，我95岁，所以我跟大家讲的是近代的人，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我不是讲200年前的人呐，是近代的人物，感谢主。好，再来讲我们家的故事，我们家的故事可以讲得最详细哈。我的祖父。我的阿祖是溪口的客家人，溪口很多客家人哦，各位弟兄姐妹，全台湾都很多地方都有客家人，而且客家人就在你的身边，我们教会也很多客家人，汉宁就在我们的身边哦。阿祖是嘉义溪口的汉宁，那么他的名字叫赖港，香港的港，那他生了一个儿子，把他取名叫赖象。好，香港的港3点水去掉，是不是变成巷子啊？香港的港3点水去掉，变成巷子，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是不是笔画变少了？这样有没有很聪明啊？我觉得阿祖好聪明呢，这样笔画变少了。所以阿祖就是赖港哈，香港的港，他生了一个儿子，把他取名叫赖象。对，我觉得他很聪明呐，很聪明呐。这个笔画变少了嘛，港口变巷子，对不对？港口变巷子。对啊，大家想起来了哈。赖象是民间宗教的虔诚信仰者，那么他是中医师，他的医术非常的高明，那么在地方上有钱有势。那么他对那个溪口的有一间很大的庙呢，非常的支持，他出钱出力。那个庙庆的时候，他就去拱丢，就是帮忙扛轿。那么他不喜欢基督徒，他说基督徒没有拜祖先，是没有爱心的人。所以呢，他不喜欢基督徒，所以我们跟主耶稣都没有关系哦。但是没有想到，我的祖母却生病了，而且一生病就非常的严重，嘴角都烂掉了，嘴巴都烂掉了，吃东西水从嘴巴流出来，没有办法好好吃东西。那么他自己是医生的，我的祖父是很好的医生的，是非常好的医生，但是他没有办法。又去看了很多的医生，也是没有办法。他们的夫妇感情很好，所以心里很难过。这个时候坐在客厅叹气，就有人来介绍，说你要把新犀牛啊，就是先生的太太啊，新犀牛带去那个台南看那个多平亚医生啊，鼻子尖尖的医生啊，就是外国人的医生啊。你要去看那个医生，他很厉害哦，那个医生很厉害哦。那个多平亚医生就是外国宣教师，他们是从国外来到台湾这个落后的地方来做医疗的传道。那么医术非常的高明，他们不是
那个三流的医生，是医术非常高明，为了信仰的缘故，传福音来到台湾这个落后的地方传福音做医疗的传道。所以我的祖父就从嘉义溪口，从嘉义坐火车到台南。各位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没有自强号，所以要坐普通车，所以慢慢的口到台南。原来是我们的新楼医院，是我们的教会医院新楼医院。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台湾是非常有贡献的。我们的台湾的医疗，西方的医疗跟西方的学校都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传进来的，所以我们作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徒，我们觉得非常的光荣，因为我们借着宣教师在台湾，我们非常有贡献。好，这个帮他看病的是外国宣教师，叫做周慧玲医师。周慧玲周牧师，他帮阿嬷看病是脆折癌，是一种嘴巴的癌症哦。嘴巴的癌症脆折癌是绝症，他说这是个绝症，我也没有办法医治，但是我会尽力的帮助你们。他就也要把这个福音传给我的祖父祖母啊。他说我们人的肉体会衰败，我们会生病，我们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也会死亡，但是我们要认识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我们要将一切来信靠他，我们会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的灵魂会得救。我们的身体衰败，但是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跟希望，所以就要把这个宝贵的福音来传给阿公阿嬷。但是我的祖父是非常铁齿的人，哪有那么简单啊？给有按简单啊，给有按简单啊，就是说没有那么简单啊，对。他是非常铁齿，但是传福音，这个宣教士传福音是要非常有耐心，非常有爱心啊。我们那时候台湾人生病都只能吃粥啊，我们现在有那种一罐一罐的营养品啊，矿物质、维他命什么都有，喝下去都够了。以前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们是很落后的。那么只吃粥跟稀饭营养够吗？当然是不够的。那么宣教师呢，从国外进口这样的东西来给祖母吃。每天来看他，为他祈祷，所以我的祖父心就慢慢柔软了，他的心就慢慢受感动了。他觉得基督徒是有爱心的，不是没有爱心的，不是没有爱心的，他的心就慢慢的柔软了。好，我们来看周慧玲是英国的宣教师，是台湾肺结核医治的先驱。我们再次思念这些宣教师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台湾传福音，他们付上代价了，他们付上代价，我们才能有机会得到领受到神的救恩哈。我们再次思念这些宣教师所做的工事非常的美好。好，宣教师就鼓励我的祖父祖母说：“我为你们祷告，你们愿意说阿们？你们知道阿们是什么意思吗？是诚心所愿，诚心所愿。所以要用心灵的诚实来回应神。你们要用心灵的诚实来回应神，所以你要相信耶稣，你要相信耶稣，这样的祷告才会属于你，他是跟你有份，这个祷告才会成就在你的身上啊！我为你祷告，你心里不相信，你不相信这个祷告就跟你无份了。你要相信耶稣，用心灵的诚实来回应神。各位弟兄姐妹们，每个礼拜天，我们的牧师、我们的小会员、我们的司会带我们做公众的祷告，我们也是说阿们。阿们是什么？诚心所愿。我们内心里面，我们要专心的听公众祷告，也是要非常的专注的听，从内心里面来回应神，说阿们，诚心所愿，这就是我的祷告。当我们这样回应神的时候，这个祷告就跟你有份哦，这个祷告的恩惠会属于你，这个祷告会成就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也是要很专心来回应神，阿们，诚心所愿。感谢主。这宣教士说，你要相信耶稣，你从内心里面来回应神，这个祷告才会属于你，跟你有份呢。我的祖父祖母考虑了3天3夜，就决定信耶稣了。考虑3天3夜，就决定信耶稣了。宣教师为他们施洗啊，因为他也是牧师啊，为他们施洗，然后陪他们跪在那个新楼医院的地板，跪在那个地板流眼泪悔改认罪信耶稣，跪在地板流眼泪悔改认罪信耶稣。感谢主，一直到今天我回想到这一幕，我的心里仍然非常的感动。感谢主，借着宣教师所做的美好的工，让我们全家都信耶稣，不仅是我的祖父祖母，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还有我的孩子。
所以我们要学习做一个传福音的使者，因为他的脚中何其佳美啊！我们要向一个人传福音，我们不仅救这一个人，还要救他的家族，救他的全家，还要救他一个家族。所以传福音的脚中是何其佳美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做传福音的使者啊，这是何等美好！好，在受洗的那个晚上，我的祖母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神奇的梦，我祖母梦见主耶稣来到她的床前，拿一支很粗的针、很粗的线，将那条线穿到那个针里面。主耶稣拿那一支针缝那个阿嬷烂掉的嘴巴，一针一针的缝，一针一针的缝。缝完以后摸她的脸，牵她的手说：“你的病已经好了。”我再讲一次，她受洗的那个晚上，我的祖母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梦见主耶稣来到她的床前，拿一支很粗的针跟很粗的线，将那条很粗的线穿进去那一支很粗的针里面，将那一支针一针一针的缝阿嬷那个烂掉的嘴巴，一针一针的缝，一针一针的缝。缝完以后，摸她的脸，说：“你的病已经好了。”牵她的手说：“你的病已经好了。”祖母隔天就说她昨天做了一个神奇的梦，大家就说这只是一个梦吧？你看，你的嘴巴还烂烂的，吃东西水还这样流出来，这只是一个梦吧？但是从那一天开始，阿嬷那个烂掉的嘴巴就一天一天的干枯了。2个月以后，她的病就完全的好了。2个月以后就完全的好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的爸爸常常说，你要讲我们家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这就是我们家族信主的故事。你要传扬，你要做见证。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这是一个真正的真实的事情。感谢主，祖母受了医治，那个时候39岁了，她得医治的时候39岁了。她的病好了以后，她又怀孕了，她病好了以后又怀孕了。她40岁又生了一个小儿子，我们台语讲蛮子台语讲蛮仔囝啦哈，客语讲蛮子哈，又生了一个蛮子小儿子，就是我的父亲啦。我爸爸后来就生我啦，对不对？我又生2个女儿啦。我们都说祖母如果没有受医治，就没有我们了。我们是神恩典的礼物，感谢主。我们是神的恩典的礼物。爸爸从小参加主日学，热心神的道理。后来从嘉义溪口搬到高雄，成为高雄三民教会的长老。后来搬到凤山，也成为凤山教会的长老。爸爸觉得信仰是最重要的事情，它是信仰的礼物啊，感谢主吧。爸爸觉得信仰是最重要的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相片哈，我们时间很宝贵了。阿嬷得医治就生了一个小儿子，就是我的爸爸赖道明长老。这个小朋友的相片很可爱哈，但是不是，主要是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道明。我爸爸说，你的祖父给我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上帝的道理已经明白了，所以叫做道明。上帝的道理已经明白了，所以取名叫道明。他有3个姐姐，都叫做春花杏枝，都是水果跟花的名字。对，他的哥哥叫国华，他们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耶稣，所以他们的名字都没有信仰的意义。因为到了我的爸爸才信耶稣呢，所以他那个时候信仰的道理才明白了，上帝的道理才明白了，所以叫做道明。感谢主。好，这是爸爸妈妈的相片呢。我主要是要分享我妈妈了哈。妈妈20岁阿婷，对不对哈？主要是她的口红了，你们看看，她这个是樱桃小嘴呢。那个时候流行樱桃小嘴，我妈妈说那个时候这是那个相馆帮她化妆的。那个相馆跟他说，现在流行樱桃小嘴，我们口红都擦成这样子，所以你看中间一点点，我们现在都擦得很饱和啊哈，所以我们这些姐妹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口红擦很饱和。可是以前真的流行过樱桃小嘴了，这个是历史的相片哦，跟大家分享一下。妈妈20岁的时候很漂亮哦，对，感谢主。啊，这是我们全家的照片哈。对，我有2个女儿，感谢主，神给我2个女儿，还有爸爸妈妈哈。我们住在凤山金武路。这是我们的老家。我的先生在10年前的国道3号的走山事件来过世了。在10年前的国道3号，就是七堵路段的走山事件来过世了。我们家曾经经过很困难的、很艰难的阶段。
我们曾经经过很艰难的阶段，但是上帝还是继续保守我们，一直到今天。感谢主，因为我们有应景精神，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继续勇敢的传福音，一直到现在。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主。这个是走3事件前的1个月的最后的全家福，最后的全家。我在基隆牧会很久，一直到这几年才到总会当客宣干事哈。对，感谢主。上帝给我2朵花，感谢主。我大女儿在神也选召她，她成为牧师娘，在那个客家宗会的普兴教会当牧师娘。感谢主，我们能够继续服侍她，那是神的恩典哦。对，好，我来继续讲阿公的故事哈。我们时间很宝贵呢。阿公他，阿公他的故事，我来讲阿公的故事。好，他在那个去经过那个庙哈，那个庙在那个溪口的大马路边做法事，那么他就在旁边观看。他经过了大马路边，他站在那里观看，神的灵跟他同在。那么他是非常不喜欢做不清不楚的基督徒，很努力读圣经祷告，神的灵跟他同在。后来他也成为教会的长老，神的灵跟他同在。他那个溪口，在那个溪口马路在看那个庙在做法事，他站在旁边看。那个神明基统请神明复兴，请了好久，那个神明都没有下来啊。后来那个神明跟基统说：“那个赖先生他站在那里，我不敢下去了。他站在那里，我不敢下去，请他离开了啊。”所以那个基统就请人来说：“赖先生，我们以前是好朋友，你站在这里，我要多做代志啊，拜托你离开啊。”所以阿公离开以后，他们的法事才进行，才能够进行那个当机，那个神明才有复生，才能复兴。各位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讲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我爸爸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受洗的时候，神的灵、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额头有圣灵的印记，所以圣灵保护已经保护了我们。那我们现在8月了，我们都说那个旧历7月很多那个什么鬼故事啊，很多灵异什么。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做神的儿女，神已经保护了我们了。那一些东西是不敢接近基督徒的，我们只要持守坚持，我们踢掉抵住，神的圣灵必定保护我们。在主耶稣的时代，也有医病赶鬼，也有邪灵，但今天也有那样的不好的灵，但是神的灵保护我们，感谢主。好，我们来看一下相片，我们时间很宝贵。这个是阿公阿嬷的相片哈，那年轻的时候穿这样看起来好老哦，你看。以前的人就是这样，老的时候看起来还是很老。以前年轻跟老看起来都很老，现在的人年轻跟老看起来都很年轻了哈。我给大家分享那个照片，以前人穿的样子哈。对，这是阿公那个在三民教会的创会的长老，他是创会的长老的一个纪念的照片呢。阿公那个时候高雄的教会很少，他把他所有的当医生赚的钱都投入，是帮助协助开拓教会。他要临终的时候，把跟这些子孙说：“我没有什么金银财宝传给你们了，但是信仰的财产一定要传下去。”各位弟兄姐妹，我知道我看你打开就欠的哈，我们大家都要把金银财宝留给子孙，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最宝贵的是信仰的财产啊！我们的子孙只有在神的保护里面有好的信仰品格，有一个正直的信仰品格，这个才是最大的保障。金银财宝会花光呢，只有在神的保守里面走正直的道路，那个才是我们对他们最大的祝福。所以信仰的财产一定要传下去，感谢主。好，没有办法讲更多，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要跟大家分享客家的诗歌呢。好，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客家的诗歌，客家的圣诗。我们来听一下哈，这是客语圣诗571首，祝雅淑，祝雅淑。祝雅淑，祝雅淑，哪有朋友亲像主里，哪有甘苦你来给同，事事都有你教供。
辛苦也是真幸福。我们再听一首哈，这个敬拜上帝有智慧，客语圣诗497首。这一首我们唱一节就好了哈。敬拜呀，上帝呀，有子那非呀里呀应，分别神路里呀有智慧，嘿呀，民是有。好，我们再唱一首就好了。这是客语圣诗，客语圣诗最后一首哈。我们唱这个客语圣诗，身体健壮，体力强。身体健壮，中来体力强。面都给起是那样梦，一旦发了病了，惨的是我。爱的心有什么朋？是出了眼泪心模糊。天中的真神哪有作证？才一拖拉子啊，主耶稣。救你的救是我有本那真。好，感谢主哈。我们戴牧师真的是声也是有练的哦，那个音哦是可以传得很远的，用丹田唱的哈。感谢上帝哈，真的我们客家的精神也是非常符合我们的信仰的精神，叫应景。那我用英语最近有一个说你要卡在站立的稳哈 ，stand firm 哈。那应该我们要坚信，就是要 believe firm。我们能够坚信，就是择善固执，就是坚持，就是能够执着。我们看到他们信主之后，真的非常执着。我们听了廖良水，还有邱阿田，还有陈南启，特别他的阿公哈，这个奈港的儿子叫什么？奈相，到他我们赖牧师真的，他就是有一个应景的精神，坚定的信仰。虽然遇到很大的试炼，但是仍然站立得稳，仍然继续为主做工，坚信我们为主所做的不是徒然。他的女儿也成为师母，做主的工。这个是我们今天听了这见证，我相信我们会感动。今天我们要唱一个福音诗歌，等一下要奉献。我们右昌教会感谢上帝，牧师有一个领受，就是我们要成为给予的教会。真的，我们有这样的坚持。去年我们今年有一个高雄中会
得到那个成长的优等奖。其实我没有讲意义，我们最大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因为我没有解释，大家不知道。就是我们教会对外奉献，高雄中会第1名。这是一个很大的神在我们当中做的，好不好？我们鼓掌归荣耀给神，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这里不是最有钱的教会盐城千金，但是我们对外奉献第1名，这是神做的。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有给人的就会有给你。我相信我们忧伤教会愿意给，神必定会多给；你愿意给，神必定多给。这是神他对我们说的应许，不会落空的。所以我们感谢上帝，我们希望我们等一下在唱诗歌的时候，求神感动你。主啊，我愿意真的参与在客家宣教。虽然我是客家人，或是我不是客家人，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我要关心客家宣教，我要为客家宣教祷告，我要为客家宣教奉献，我要为客家。我要向客家的乡亲，我接触得到、认识得到了，我向他传福音。你真的只是亲切的待他，好像龙潭教会的牧师，这个廖良水都感动了，没有多硬，爱可以融化。我希望我们唱这首诗歌，求神再一次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祷告，好不好？我们起立来敬拜之后，我们要来奉献。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用心灵来敬拜他。我们一起宣告说：黑夜笼罩，黑夜笼罩，似乎不见光，阴间绳索缠绕着我们，求你睁眼看。侧耳听祷告，这百姓在这里祈求。再次对主说：你的信实，你的信实是我们盼望。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你必睁眼看，侧耳听祷告，这百姓是你所爱的。就是说，急难之中，急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承认你是主。你转移不发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带着信心来唱说：急难之中，急难之中，宣告说我们回转向你，回转向你，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求你转移不发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求你就退去。我们呼喊，我们呼求，阿爸天父。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再次宣告，求主你医治我们，求你医治，求你怜悯，举起我们的手来宣告，举起手来敬拜，求你就退去。阿爸天父。开口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向你
爱的，是你所爱的。主啊，你不要向他们发怒，主啊，你要转移你的面目，主啊，你要医治他们，你要恢复他们，你要救赎他们。哦，主啊，我们相信主啊，让我们也能够关心，我们要为客家的宣教祷告。主啊，我们愿意客家宣教的奉献，主啊，我们愿意向客家的乡亲来传福音。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的祷告，施恩给我们。哈利路亚。就说求你兴起，求你兴起，求你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是的，主，我们向你呼求，你是我们的阿爸天父，你爱我们，你差你的独生圣子成为我们的救主，就是要救我们，要救一切的人。主，我们客家的乡亲也是你所爱的，你要救他们，你要医治他们，你要拣选他们，让他们成为你的器皿。主啊，让福音广传在我们客家的乡亲当中。主啊，广传在台湾这块土地，任何的族群都要跪向你。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不只是一个口号，只是一个感动，乃是我们的行动。我们愿意祷告，我们愿意奉献，我们愿意传福音给我们客家的乡亲。愿你赐福我们，愿你赐福佑昌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一个愿意为灵魂摆上的教会。主，我们谢谢你，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求你赐福我们，赐福今天这个主日能够讨你喜悦，让你的大人能够借着我们真的愿意摆上，大大的彰显在客家的宣教。感谢你，赞美你，靠耶稣的名，阿门。各位请坐，我们要来收奉献。各位兄姐，我们这里有一个奉献袋，感谢主，我们为了客家来宣教的奉献，通常牧师对外都会奉献，因为我也是榜样，建殿我都会加倍奉献。今天为了客家宣教，我也是加倍奉献，请我们只是来收奉献。我相信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感动，我们为主所做的、所献上的，神必定悦纳，神必定要让我们能够所栽种的，能够百倍收成。主的话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我们为主，为了要成就神的旨意所做的，他必赐我们，是撒种的有粮，能够我们越来越丰盛，我们能够更扩展神的国度。请我们起立，我们来唱奉献诗。亲爱主耶稣，你所看重的乃是我们甘心乐意奉献的心。谢谢天父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同的恩赐才干，凭借着这些属天而来的天赋，让我们在工作职场上
得以用辛勤劳碌获取应当的所得，使我们的生活不致缺乏，即使在劳碌当中也有平安喜乐。此刻我们献上微薄的金钱，为应你赐下的恩赐，也作为教会圣工上的使用。愿上帝悦纳我们诚心的摆上，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阿门。祝福差遣。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他赐我的心灵安康。主的爱如流水匆匆，与你分享他的爱。在那蒙蒙的黑夜里牵出光，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他赐我的心灵安康。主的爱如流水匆匆，与你分享他的爱，在那蒙蒙的黑夜里牵出光。祝祷，请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同享、圣灵的感动，同一点强下，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们。弟兄姐妹，请坐，默祷，领受诗歌祝福后散会。等一下，请我们客家的乡亲要来照相啊！我们有客家的小点心，不要客气外面可以使用。